参拜记好，市长王伟棣即天日头早来到安平开台天后宫，因为全台湾第一座妈祖将飞到印尼参加元宵嘉年华，这是当地道教信仰重要的庆典之一。为求信众，出发前由市长王伟棣、副市长叶泰山亲自授旗。此次能够前往印尼来做宗教文化上的交流，不仅是印尼政府高层会前来一起参加，那也可以让许许多多的在印尼的华人，或是印尼当地的民众，更能够感受到我们台湾宗教文化的一个珍贵。印尼和台湾有无同的宗教道义，有机会会当前往参与盛会，相当难得。庙方希望借着宗教带动双方交流。另外，除了安平妈，全台西南安家长团嘛将随着銮轿前往。以迄个道教的这个宗教文化的这种的过去平他们迄个做迄个回教道统的这种迄个交流啦。相当会欢喜啦，希望这个宗教的那个融合会当带动我们世界和平。阮这西南的家乡会当代表着咱台湾的这个家乡传统文化去宣扬着咱这个家乡的这个文化呢。参访时间对2月11到19将会进行绕境，替当地民众祈福。天后宫持续把妈祖信仰传到东南亚各个国家，展现宗教外交的实力。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